份來自凌晨的網絡貼子卻悄然蔓延，瞬間炸開了鍋。那份據說是謝霆鋒如像柏之所生長子謝震軒私下流露的隻言片語，被冠以聲名之名，看哭了屏幕前一片自稱早已見慣娛樂圈風浪的吃瓜群眾。字裏行間沒有歇斯底里的控訴，只有一種超越年齡的冷靜，冷靜得讓人心痛。那個曾經被父親捧在手心，被閃光燈追逐着長大的孩子，似乎在一夜之間，用一種最為體面卻也最血絕的方式，向那個叱咤風雲的父親挖下了一道無形的界限。人們驚覺昔日那個桀驁不馴，仿佛能擺平一切的商業大佬謝霆鋒，在他親生兒子的世界裡，竟悄然淪為了局外人。要理清這場風暴的源頭，或苦要從那個被鏡頭如流言填滿的家庭說起。不久前，香港娛樂圈乃至整個華人世界都被一則沉痛的消息籠罩。謝賢，那位風流倜儻、總橫影壇數十載的四哥，因病離世，享年89歲。作為兒子的謝霆鋒，彼時正處在事業又一次輝煌騰飛的節點，演唱會一票難求，商業版圖不斷擴張。然而在生死面前，一切的繁花都退居次位。謝霆鋒遵從父親遺願，低調處理後事，不設靈堂，不公開弔唁，只有至親陪伴在側，送老人最後一程。鏡頭捕捉到他黑衣素服，面容憔悴，那一刻的哀傷是真實的，也讓許多人對他的印象有所改觀。在父親的葬禮上，他不再是那個酷炫的明星，只是一個失去至親的兒子。然而，家庭的裂痕往往不會因為表面的平靜而癒合。謝賢的離去，仿佛抽走了擁繫這個籠罩家族微妙平衡的最後一根支柱。老人家生前多次公開誇讚張柏芝，稱他把孩子教得很好，懂事有禮貌，言語間盡是對前人式的滿意和對孫輩的痛愛。這份公開的肯定，與兒子謝霆鋒多年來的沉默寡言形成了鮮明對比，也為日後輿論的傾斜埋下了伏筆。謝賢葬禮上，已與謝霆鋒離婚多年的張柏芝雖未現身，卻將社交平台頭像換成了黑色，默默致哀。這份周全的禮數和體面，被網友看在眼裡，記在心上。而彼時的謝霆鋒，在處理完父親後事後，迅速調整狀態，投入到了如火如荼的演唱會籌備中。畢竟 The show must go on， 這是他父親的遺言，也是他一貫信奉的人生信條。真正讓這根緊掹的弦徹底斷裂的，是隨之而來的8月。8月2日是謝震軒與名 Lucas 的19歲生日。這個日子對於任何一個家庭而言都意義非凡。而張柏芝這位多年來獨自撫養2個兒子的單親媽媽，用盡了心思。她親手去菜市場挑選食材，為兒子做媽媽愛心菜飯。她定製了帶有樂器造型的蛋糕，因為 Lucas 在澳洲主修現代音樂製作與流行音樂表演。隨後，他在社交平台上發布了一段精心製作的姜生視頻。視頻裡，19歲的 Lucas 身高已超過180厘米，身形挺拔，眉眼間的俊朗如年輕時的謝霆鋒如出一轍。視頻末尾，那個已經長大的男孩湊到媽媽耳邊，用英語輕聲說：我想去擁抱你，因為我愛你。然後母子倆緊緊相擁。這一幕溫馨得讓無數網友破防，眼淚奪眶而出。然而，溫情總是伴隨着殘酷的對比。人們翻遍了謝霆鋒所有的公開社交賬號，從生日當天直到次日，找不到任何一個關於兒子生日的字眼。沒有祝福，沒有點讚，更沒有任何被拍到出席姜生聚會的畫面。仿佛這個日子，在他繁忙的行程表中，只是一個普通的週日。與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，謝霆鋒個人的商業活動正如火如荼地進行。他的進化巡迴演唱會長沙站，在原定1場的基礎上火速加長，只因想看人數突破21萬，首場開票即秒空。網絡上鋪天蓋地是他的演唱會資訊、綜藝節目、一帆風順的宣傳物料，船有他與王菲復合12年來的種種甜蜜細節被反覆翻出。
甚至包括他為王妃女人李嫣精心操辦生日宴，為竇靖童演唱配送花籃的貼心繼父事蹟。一邊是趁生兒子19歲生日的靜音模式，一邊是對戀人女人的高調示愛，這種幾乎不加掩飾的雙標，瞬間點燃了宮中積壓已久的情緒。輿論的聲浪排山倒海而來。那個凌晨流出的，據說令無數人破防的聲明，便是在此背景下被推至風口浪尖。雖然其形式並非正式的法律文書，更像是一段私人感言或與親近之人的傾訴，但其中傳達的意味卻足夠清晰。它似乎印證了長久以來外界對於這對父子關係的揣測、疏離、客套，甚至帶着一絲冷冷的敬意。有人說，Lucas 的那句我想去擁抱你是對母親的深情告白，那麼他對缺席生日的父親，恐怕連這份告白的慾望都已消散殆盡。網友們開始細緻地梳理時間線，試圖找出謝霆鋒不配為人父的證據。他們提及2019年就曾有媒體爆料謝霆鋒與兒子關係冷淡，雖然後來有官方聲明澄清是不實傳聞，但空穴來風未必無因的種子早已埋下。更有人翻出當年謝霆鋒與張柏芝離婚時的聲明，那份深深感謝柏芝5年來的付出的措辭，如今看來更像是一場商業合作的和平解約，冷冰冰，毫無溫度。但如果我們試圖跳出情緒的果殼，用更為理性的目光去審視這團亂麻，佢發現事情遠非冷漠父親4個字所能概括。在這場輿論審判中，謝霆鋒並非毫無辯駁的餘地。事實上，查閱過往各為客觀的報道，可以看到一個更為複雜且立體的父親形象。經濟上，謝霆鋒從未虧待過2個兒子，撫養費按時足額支付，教育、醫療等大額支出一直由他承擔，甚至設立了教育信託基金，確保孩子們未來的生活無憂。有報道指出，Lucas 就讀的澳洲大學學費不菲，而謝霆鋒不僅承擔了這部分開銷，船在兒子拿到獎學金時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。更有港媒曾拍到謝霆鋒親自前往入境處為兒子辦理簽證延期，全程低調，快進快出，不願張揚。在 Lucas 18歲成人禮那年，謝霆鋒雖然沒有出現在張柏芝的鏡頭裡，卻被拍到在演唱會後台特意安排兒子們前來觀看，列速後船一同聚餐，甚至為了拉近父子距離，專門帶他們去迪拜旅行，一起賽車、滑雪。這些實打實的付出與相處，並非一句不愛就能抹殺。問題的症結或苦在於兩代人對於愛的表達方式存在巨大的鴻溝。謝霆鋒生長在一個同樣特殊的家庭，父親謝賢常年忙於事業，母親狄波拉也要兼顧工作，他的童年並不算圓滿。他曾坦言自己覺得做得失敗的地方，是沒有分配足夠的時間陪伴父母。這種成長的缺陷，使得他在成為父親後，下意識地選擇了一種務實主義的愛，給錢、給資源、給鋪路，提供最好的物質條件和教育機會，卻絕於甚至不屑於在公開場合進行情感表達。他認為這是保護孩子不受媒體侵擾的方式，是不重蹈父輩覆轍的另一種嘗試。然而，對於在單親媽媽身邊長大的 Lucas 和弟弟來說，他們需要的或苦不是一張沒有溫度的銀行卡，也不是信託基金裡冰冷的數字。張柏芝是無懼世的陪伴，生病時的守候，日常的怒嚇，這些構成了他們安全感的基石。當父親的角色長期處於遙控指揮和年度探望的狀態，哪怕電話打得再多，物質的給予再豐厚，那種情感連接的紐帶也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而從此。謝霆鋒害怕與張柏芝扯上關係而選擇在兒子的重要時刻隱身，這種切割在保護了自己新生活的同時，也無形中把兒子推向了更遠的地方。更深層的矛盾在謝賢離世後集中爆發，網傳謝賢將90%資產設立信託留給2個孫子，並由張柏芝代管。儘管謝霆鋒方面迅速發聲明斥責這是捏造事實，保留追究法律責任的權利，但這一傳言的廣泛傳播本身
就折射出大眾對於這個家庭權力結構的一種默認認知。老爺子心裏清楚，誰才是真正在拉扯孩子的人。這份未經證實的遺囑，像一面鏡子，照出了公眾對於謝霆鋒作為父親的失望，也照出了張柏芝多年辛苦付出的口碑功利。其實，謝霆鋒的經紀人曾多次闢謠父子不和的傳聞，強調一直跟兩個孩子和孩子的母親保持緊密聯繫。但在空衝的民意面前，官方聲明往往顯得蒼白無力，因為人們更願意相信自己看到的那一幕。19歲生日那天，只有媽媽和弟弟在身邊，酷酷的爸爸在另一個城市，準備着幾萬人的狂歡。而對於 Lucas 本人而言，那個凌晨的破防瞬間，或苦並非是要對父親發起一場討伐，更像是一個少年在成年之際，對自己生活的一種總列贈詞。他選擇音樂專業，展現出了如父親如出一轍的倔強與才華。他拿到了悉尼大學和澳大利亞音樂學院的錄取，算了後者，船拿了獎學金。他在母親的鏡頭前毫不吝嗇地表達愛意，大方、陽光、率氣，似乎並未被父母利益的陰影所吞噬。那個所謂的聲明，也苦只是他在某個不眠之夜，面對社交網絡上鋪天蓋地對他父親的指責，以及對他自身處境的窺探，所發出的一聲嘆息。他或苦是在告訴所有人，我很好，我有愛我入骨的母親。而對於父親，我理解他的缺席，但這並不代表我不渴望他的出席。如今，硝煙似乎漸漸散去，謝霆鋒依然在舞台上唱着歌，做着菜，經營着他龐大的商業帝國。張柏芝繼續在社交媒體上分享着與兒子的點滴，活成了獨立堅強的單親媽媽範本。而19歲的 Lucas 遠在澳洲，正為自己的音樂夢想揮灑汗水。那份凌晨流出的聲明，最終也繪像無數網絡熱點一樣，沉入信息洪流的底部。但他留下的餘波，卻值得我們每個人深思。在一個個支離破碎的明星家庭故事背後，我們看到的是聚光燈無法照亮的日常瑣碎，是金錢難以衡量的情感陪伴，是兩代人之間愛的時差。當父親終於學會如何去做一個好父親時，或許兒子已經不再需要他時刻在場。這種立位無關對錯，只是人生。謝霆鋒在父親的葬禮上學會了告別，而他的兒子在自己的成人禮上學會了如何與父親的缺席和解。看客們的眼淚，與其說是為這對父子流，不如說是在為自己的某個遺憾時刻輕輕嘆息。